大家好，我係期貨黑鬼，今日同大家睇返2025年3月28號恒指操作。唔知大家訂閱咗我 GTG 廣播台和 Instagram 未呢？入面有好多教學和即時分析，記住訂閱啦！開市前先留意中位23,673，向下支持位23,407。向上阻力位23,929。由於開市位置在中位23,673之上，所以開市後留意此位能否企穩。開市後快上快落，暫時觀察為主。其後於9時41層向下試中位。於9時44分再試中位後向上，決定做好倉。去到開市的高位後向下，所以決定平倉，利潤約100點。於9時56再向下試中位再次反彈，暫時我仲未出手，繼續觀察為主。去到10時04出現了一支上影線燭身，其後再出現兩支陰燭。注意，如果向下跌穿中位，我就會試做沽。如果於10時21向下跌穿中位，決定做沽。一直向下，10時58開始暫停跌勢，亦都橫行反彈，所以決定平倉，這次利潤約200點。雖然之後個市繼續下跌，不過我無再操作，保持利潤開心星期五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對你交易有幫助，請俾 like 和分享俾朋友，謝謝。